各位兄弟，大家平安。感谢主，拄则坐下骹，看咱第一堂的诗班的阵容愈来愈坚强。感谢主，拄看到琪琪徛喺顶面，不只是安尼进前的这个美信，个瑞静姐妹，加入咱第一堂诗班了后，咱的姊妹的阵容一排徛起来，强要无地徛但是后壁的兄弟敢若较欠缺所以咱第一堂的兄弟们会当较少上帝有点感动你毋通甲这个感动消磨去加入咱第一堂的诗班咱每礼拜当用诗歌来学咱的主咱更加咱今年搁伫这个农历的7月当中，嘛要伫这个广场有这个诗歌的布道会搁咱后礼拜实在是欢喜快乐咱数学子引导咱诗班的兄弟姊妹搁咱一寡兄弟姊妹，如果时间会拄好，咱同齐来引导引导要做一个性别的礼拜要来跳读五常望自从杰西信主，带领妈妈来信主，嘛望第三步嘛当带领爸爸来信主，咱用安尼来服侍主，来引光主引带侪人来归向主咱来思想要安怎服侍主。当然拄讲参加诗班献诗有啥物教会礼拜的服侍，还是讲咱有啥物需要服侍，会当来参与，这拢是真好的一件代志。总是今日牧师要甲大家兄弟姊妹咱来思想，啥物叫做服侍主？咱热心伫教会内、教会外安尼参与服侍，就是叫做服侍主吗？这当然是服侍主，但是咱问的一个问题讲，咱的主有欢喜咱安尼服侍无？所以今日照着拄则所读的这短短的10个经文咱来思想安怎来服侍主拄咱头一条诗歌唱我第40个阵有一句话我感觉非常的美好。伊讲大家三听三爱呢，相爱呢，同心同情，安怎服侍上主，服侍上帝，永远无停咱是毋是有安尼的望拄则咱嘴咧唱望讲即句话是咱列为第一堂的兄弟姊妹共同的心内的望咱会当三甲合作咧上帝的互咱的属灵的家当中咱大家合作来同心同情，要创啥物？要来服侍咱的上帝，永远无停所以拄所读的这条这个经文讲所以恁无论是食是啉，也是做啥物，拢着为着荣耀上帝来做这段经文的头前有讲到信主的人因当年的迄个初代教会一寡基督徒，因信主了后，因无要去食拜偶像的物，嘛袂去拜偶像但是迄当时一寡人因生活伫迄个环境当中，有人时要需要买一寡物件，尤其要食肉买肉的时阵，会去市场去买物件。但是遐个人是一寡外邦人，无信主拜偶像的人，有人时因做生意，甲迄个物件去拜拜，再摕来卖呢所以基督徒问讲，遐物件到底会当买无？会当食无？保留一寡教师伊讲，其实基督徒会当食拜偶像的物无？这个经文毋是今日要探讨的，但是总是保罗伊安尼讲，所以无论你是食是啉，也是创啥物拢着爱为着荣耀上帝来做。所以食啉毋是问题，毋是重点，做啥物代志嘛毋是重点，重点是咱所做的一切是毋是遮讲的荣耀上帝来做呢？伫咱即个教会历史当中有一个叫做教理的问答教理的问答的第一个问题，第一题啦，讲人生的目的是啥物？迄个基督教的教理的即个问答呢，甲咱讲咱人人生的目的就是要荣耀上帝
服侍上帝，来应光伊。所以今日咱通过保罗哥林多前书第10章的31节这个所在，咱毋是要探讨讲遮的问题恁的问题遮甲讲，甲咱讲，无论是做啥物，咱拢是为着应光上帝来做的所以呢，咱今日通过这个经文来思想思想，咱是毋是在教会做礼拜？也是咱生活工课，也是有特别的时间，特别讲你教会你服侍的时阵，拢是要为着来荣耀咱的上帝呢？即使毋是，那你做的所有一切，可能拢是无采工。我应该是顶礼拜六去南投一抓。咱即个教会有一个恩爱座道会的会长伊的爸爸安享主怀106岁，伊是第一代基督徒南投人。迄个时代，你想看觅台湾要信耶稣有简单无简单？106岁，伊的逝世离路，因为老爸会信主，哥哥拢信主。我实在顶礼拜是讲走一撮南投敢若开车佫参加礼拜8、9点钟呢敢要走一撮，佫是拜六时但是我是讲一定要走一撮，无白走一撮。迄天的安息礼拜的题目叫做做工袂空空，就是即个老大人。定迄个教会牧师去探访的时阵，安尼定咧甲伊讲即句话：为主做工袂空空，为主做工袂空空。我毋捌迄个老人家啦106岁，但是我熟悉因查某囝。即马参加了迄个礼拜了，我对因查某囝更加有了解。为什么有安尼信仰？因为老爸。互伊带来真大的一个影响。我嘛经过参加了后，听真侪话，但是拢袂记敢若即句话记伫诶。为主做工，袂空空。所以兄弟姊妹，咱无论是食是啉，拢爱为着荣耀上帝来做。更何况咱做任何诶代志。所以今日重点就是荣耀上帝，荣耀上帝。问题来要安怎荣耀上帝？咱做代志安怎会当荣耀上帝？所以呢，假讲无论是食是啉，咱既然讲食甲啉如果你用请，也是你要请人。你要请人，你所做这代志会荣耀上帝无？还是你去互人请，你去参加人要请你食物件，这件代志会荣耀上帝无？昨昏拄了一个姊妹，我讲你昨哪会来？伊碰巧拢礼拜甲出现，伊讲无啦，昨昏甲另外一个伊的姊妹好姊妹你分享分享了个听伊讲足欢喜的。讲因你食饭你开讲啥物？毋是你聊天说是非呢？毋是你喝咖啡然后安怎聊是非呢？毋是你泡茶你早茶呢？喝泡茶早茶呢？毋是呢？伊是你甲迄个姊妹食饭开讲，你讲上帝。我听安尼，我伫迄个茶水间伫倒茶的时阵，敢若短几分钟，我无参加因的讨论，但是我感觉哇，真美好的一个下晡。所以兄弟姊妹，礼拜煞，你要等恁兜食饭，还是去外口餐厅食饭，会当荣耀上帝吗？我毋知。好，兄弟姊妹，假讲，咱要安怎来荣耀上帝？咱好通过今日即个经文，咱来说思想者。但是牧师用3个角度，甲大家来分享。当然，毋是干那这3个角度而已，有真侪角度
我顶届讲过咱所有子啊要信主欢喜快乐，因兜要听偶像，嘛实在替伊足欢喜快乐。我嘛勉励伊，嘛勉励咱兄弟姊妹讲耶稣的门徒彼得的即个丈夫啦。有一天人无爽快耶稣去到因兜医治伊以后，伊马上起来服侍耶稣。所以我鼓励所有子啊，信耶稣真好。恁兜要来信耶稣，要甲偶像拆掉真好，但是刷落来要从啥物？刷落来咱来好来服侍上帝。我顶下讲过，服侍就是敬拜，敬拜就是服侍。所以第一点，咱要安怎来服侍上帝呢？就是咱用祈祷的心，咱做任何的代志，咱要有一个祈祷的心。咱的心是向着咱的主的，用安尼的心来敬拜，来服侍伊，来迎光伊，用祈祷的心敬拜来服侍主。为什么是安尼呢？因为兄弟姊妹，你敢知影？咱有一天耶稣接咱的时阵，去到天顶，天顶你创啥物？有人讲天顶真无聊啦，天顶拢咧创啥物？拢咧敬拜有人讲这无聊，不爱去天堂啊！兄弟姊妹，你听了牧师安尼讲，你敢阁想要去天堂？大家那雄雄，大家规个心头拢揪起来安尼。天堂是真美好一个所在但是咱读圣经读到上尾见解讲启示，我拢惊迄个讲毋对。启示录启示录即个讲对启示录讲到讲天顶的敬拜是啥物款的敬拜？大家有即个印象无？咱看即段经文天顶的敬拜，迄描写讲有一天咱要去的所在，因拢咧创啥物？因拢咧创啥物？只有一段经文咧描写来讲即四个画面这是用国语的台语正兄帮我读即四个画面，大家拢有6支笔，周围甲内面规身躯有真侪目睭，阴迷哩啦，因啦因遮阴迷哩无停在笑，现在，全能的主上帝，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嘛存在，突变画面，将阳光尊贵感谢，为何坐伫宝座，永永远远我的迄位的时，24个长老就拍落去敬拜，坐伫宝座，永永远远活伫迄位，因将花冠迄伫宝座前讲，阮的主，阮的上帝。你应该得到荣耀、尊贵、甲关联，因为你创造万物，对你的旨意，万物受造生存。感谢多谢信义兄。第一等下无信义兄，我毋知要安怎讲台语。好，这段咱当咧听啦咱礼拜煞当个好去思想这是天顶的敬拜。4画物就是天使啦24长老是代表以色列10个门派支派佫10个门徒，其实就代表上帝所拣选的得救的咱的兄弟姊妹每个人有一天咱伫天顶，因代表咱就是安尼咧敬拜所以天顶是充满敬拜，时时咧敬拜。啥物时阵咧敬拜？透早甲暗念着。安怎敬拜？因拍落咧敬拜呢？拍落咧即个坐咧
宝座顶永永远远我会调迄位啊，将咱人认为好诶迄个花冠啊，就是咱感觉应光诶物件啦，咱谦卑啊，放喺宝座前啊，讲安那，讲咱诶主，咱诶上帝，伊应该得到荣耀、尊贵甲权能。为虾米？因为伊是创造万有，对咱诶旨意，万有受造，生存，顶头嘛讲到讲，甲荣光、尊贵、感谢拢归互坐伫宝座永永远远我诶迄位。这就是天顶诶敬拜。兄弟姊妹，咱伫地面上啊，人生岁月短短数十年啊，如果咱信主以后无好啊来了解，无好啊来敬拜，有一天讲咱懵懵渺渺、空空戆戆，毋知影去天顶，要安怎加入迄个敬拜阵容呢？所以呢，咱讲无论咱做啥物，拢要为着荣耀上帝来做。第一个荣耀上帝，咱会当用咱的嘴来敬拜伊，用咱的嘴来敬拜伊。恁敢思想过，咱人哪会晓唱歌？哪爱唱歌？咱较巧会去创作歌曲、写词，咱会较袂晓，上无咱会晓唱对无？欢喜你唱，忧伤嘛你唱。唱歌是表达咱人的一个感情。为什么人会有一款的温顺会当去唱歌？上帝为啥创造咱人的时阵，所有咱人会安尼唱歌的这个温顺？目的是啥物？真简单啊！这个问题，毋知影那个，对上帝要叫咱用歌唱来学落伊啊。有人讲啊，唱的比讲的较好听、较水，敢毋是？兄弟姊妹，咱会当常常用各种的方式来敬拜伊。当然，唱歌是其中一种，嘛是敢若是最主要的。但是毋是敢若是讲唱的，袂晓唱无要紧，用讲的嘛无要紧。咱用吟的嘛会使。后礼拜要唱诗歌，其中一条诗歌虽然你无讲解释，但是牧师上无要紧，用吟的。所以咱后礼拜有退休会3天要请教圣言啊，要安怎吟台语。好，兄弟姊妹，第一点，无论做啥物，咱拢爱用祈祷的心来用敬拜来服侍咱的主，互伊得到荣光，得到伊应该有得到荣光，这是咱上大的目的。兄弟姊妹，咱每礼拜来，大家当做礼拜创啥物？甲大家兄弟姊妹来交陪，来上课，是讲来念伊会后啉咖啡食饼，还是听日语，还是听台语，这拢真要紧，嘛真好。但是上大的目的应该是啥物？来敬拜咱的主啊！我讲坐做礼拜就是服侍，莫坐伤久，坐伤久会得到痔疮有一个人啊，讲一个形容啊，讲基督徒爱来追求圣灵充满啊。讲啥物叫做追求圣灵充满？拄啊，迄台语迄个大长的迄个智慧线小组马上一个兄弟来问我讲，牧师，因为今日我牧师讲咱福音派较惊迄个圣灵充满的问题啊。你讲落这，迄个兄弟来问我这个问题啊，牧师讲安怎，我今日我讲超过15分钟，所以我无法度踮遮个讲，踮我无法度继续讲。但是我要讲的意思是啥物？讲有一个人讲为什么你爱圣灵充满呢？伊讲一个人伫坐礼拜伊讲当你互圣灵充满，就敢讲你会坐迄个椅仔顶面下骹火一直烧甲讲烧到尻川。如果你是安尼小想者，你坐喺椅仔顶，火烧到尻川，你安怎？你会去跳起来，敢毋是？伊讲圣神充满的人，袂一直坐伫迄个所在，干那咧做礼拜啦，伊会跳起来，对无？就开始安那行动，这是题外话咱搁转来食
所以兄弟姊妹，咱要有一个敬拜心。为什么咱爱敬拜？除非你了解上帝这么疼你，若无你袂这么爱伊，你嘛毋知讲我爱尽心尽力尽情尽意尽所有一切来敬拜咱的上帝。所以兄弟姊妹，今日牧师甲大家分享第一点，咱拢有一粒祈祷的心，用敬拜来服侍咱的主，迎供咱的主。所以咱会当来参加礼拜，逐个礼拜就一定你服侍主啊，你迎供主啊。当咱唱出诗歌，当咱咧祈祷，当咱坐这所在听上帝的话。连内面咱会后要啉咖啡、食糖仔饼，迄嘛会当服侍上帝。我拄仔讲啊，食甲啉拢会当服侍上帝，敢毋是？哦，咱搁来听即个日语的即个即个教学台语的即个白话字的教学，嘛会当来迎供咱的上帝啊！如果大家愿意，下晡咱阁有一个主道会做的讲座欢迎大家来欢迎大家来，因为牧师负责毋茫讲阁侪人来听会当得到利益所以第一点，咱用安尼来敬拜，毋是干那靠一个礼拜即2点钟尔，还是讲4小时尔。咱转到咱兜每一天生活徛起的当中，你愿意分别做成一天内底有偌侪时间要来亲近上帝，来敬拜俄罗伊呢？咱兄弟姊妹时间拢伫你的手头，你安怎安排？在你，但是思想咱的主，伊爱咱安怎来做？所以第一点，用祈祷的心敬拜来服侍主。继续第二点呢，咱会当用祈祷的心奉献来服侍主。当然，咱听着讲奉献奉献就是奉献金钱。当然这是其中一点，但是今日不只是安尼。安怎讲呢？咱有一句话安尼讲啦，讲安怎？讲有钱的安怎出钱无钱的你就出力，对无？无钱无力要安怎？捐血捐血嘛会使啦迄就是性命圣经讲的咱人拢有时间嘛，你有时间无？有人讲我真无时间，你认为无时间你就害呢？无时间就是时间停止，时间点是无要紧，歹去买一个。你人点去安怎？点去就点去所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无钱无力，会当奉献你的时间。你讲时间嘛是金钱敢毋是？你讲我无力食老壳壳行都行无法啦。靠主流力。所以呢，要安怎来用奉献来服侍主？你无奉献金钱，你无奉献时间，你无奉献上帝予你的才能运数，你是干那空嘴无子？空嘴无子的运动当中，嘛是你过时间嘛是时间所以其实，兄弟姊妹，只要你愿意，上帝有保罗有一句话讲：人若是有愿意的心，咱的主就会安怎？就会欢喜咱安尼有一颗心啦。毋是讲你做了偌牛，做了偌好，敢若爸母看样样袂晓佫想要安怎袂晓佫想要从啥，迄爸母看迄心内安怎？看迄即个囡仔真古水，真可爱，敢毋是？袂讲安尼来拍落去，你行无好，骑脚踏车骑无好势，袂嘛对无所以爸母心，咱的天父上帝就是安尼。所以今日讲，咱用即个奉献的心有即个心来服侍主。你有钱你就出钱，你有力你就出力。上无你通出时间，出即个人，出你即个人。你讲我无时间，时间是咱人你的优先顺序是安怎去看重的啦？你安怎安排啦？你无力要紧咱靠主留力啦。所以呢，有一个祈祷会的姊妹伊曾经在咱的教会祈祷会当中，
伊的祈祷竟然是安尼呢？后来我问讲，我足稀奇的问伊啊，伊安怎祈祷？伊讲啊，伊不止奉献，照上帝的教示，有即个11个奉献啦，金钱。伊讲啊，伊每一工24小时，伊要实行遵行11个奉献。意思是啥物？伊毋是敢若靠调8点钟哦，16点钟毋是哦。伊讲伊24小时内底，伊一工立志，用2.4小时的时间来为主做工服侍主。你讲2.4小时要创啥物？真侪代志啊！你为人祈祷，用迄个时间去祈祷，迄就是服侍上帝。啊，即个姊妹不止爱祈祷，为人祈祷，伊个因为几啊年前有疫情嘛吼。啊，有熟在，伊较早嘛住美国，啊有熟在美国的兄弟姊妹，啊佫熟在大陆的，啊来台湾，伊用迄个视讯安尼你查经呢，甲即马佫你安尼你去带呢一寡兄弟姊妹信主呢，所以以这个姊妹来讲，伊有这个心志，上帝足欢喜的，伊不止有钱佫出钱呢，有力出力，有时间佫出时间，伊愿意为主安尼来做，咱。翻堂里过往嘛，曾经有迄个福音工课伫外口，伊嘛足热心的安尼去外口去做福音工课，所以咱用迄个祈祷的心，会当安尼来奉献来服侍主，无论你有诶摕出来是啥物，上帝拢介意。耶稣就讲一个例啊，伫即个会堂当中啊，开始咧奉献的时阵，一个真有钱的人。要奉献茶啊，迄阵啊茶啊，敢若毋是弹弓啊，从啥？带落去，轻轻锵锵大声，足济伊即马敢若奉献诚济呢，袂歹上帝已经足介意的。后来佫有一个人无啥钱啊，敢若2仙钱尔，一个富人人啊，伊真安尼就歹势甲伊落落去，但是迄2仙钱是伊所有的。耶稣看迄目睭内，耶稣照着安尼会教示一寡军队的人讲，问因讲，什么款的才是上帝介意的奉献？耶稣竟然毋是讲奉献足济迄个人，讲即个富人人所奉献的，虽然微细，但是伊的心是爱主的，是个愿意的，是愿意全然安尼奉献。上帝安尼讲，毋是用迄个数量来做比拼，所以兄弟姊妹，你无一定照我拄仔讲，祈祷的迄个姊妹安尼，一工2.4小时为主做工服侍，你只要2分钟嘛会使，2分钟，迄个心归向上帝、归向主的时阵，迄个时刻就是成神的时刻，迄个时刻就是上帝意爱的时刻，所以兄弟姊妹。咱要安怎来用奉献服侍主呢？如果咱无迄个心为主做工，就会空空但是如果你有这个心为主做工，就袂空空。第三，咱安怎来服侍主呢？同款咱用祈祷的心嘛，安怎来祈祷服侍主呢？用感谢来服侍主，有一粒感谢的心来服侍主。为什么我安尼讲？咱会看诗篇有一篇安尼写，有2节经文安尼写。伊讲你着用感谢做祭献给上帝，着对至高者谢愿。过来，所有用感谢献祭的人。是第安怎尊重我，行正路的人，我要予伊得到上帝的拯救。什么是正路？就是上帝看是正路，才是正路，毋是你看做正路是正路。上帝伊意爱，伊的旨意的，咱照伊的话落行的，才甲咱讲用感谢的祭献落伊的人，就是安怎？就是咧尊重伊。诗篇116篇嘛有一句话安尼讲，我要用什么来回报上帝予我遮尔大即个救恩呢？迄个诗人安怎讲？
伊讲要举起救恩的杯来称颂俄罗主伊的圣尊名。所以兄弟姊妹，咱如果咧服侍的时阵，咱无一个感恩的心，做甲要死，搁安尼搁无得到人甲我肯定学咯，歹做啊，明仔载歹来啊。即款的工叫做无彩工。但是如果你所做的，人讲啊，你做这也无成就，也无成功，啊，你做这代志也无几个人来，安尼叫失败吗？曾经啊，一个叫做威克里夫的宣教师啊，伊去印度宣教啊，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拢无人信耶稣，第四年、第五年、第六年，才有教人开始信耶稣。也是你的时阵第一年你做会落去无？你讲我做会落去啊，头一年搁新鲜啦，第二年你做会落去无？人开始你讲讲，你是咧做啥物？拢做也无啥物成就，无啥物成绩。兄弟姊妹，如果你无迄毅力，如果你看迄个环境，你用即种叫做成败论英雄，这是这世界的价值观，世界的标准。但是上帝国的标准，上帝国的价值观，毋是安尼看的。所以兄弟姊妹，如果咱无一个感恩的心，你做服侍，所做一切拢无彩工。但是如果咱用感恩的心，成功也好，无成功也好，这一切拢是啥物？拢是主做的啦，毋是你做的啦。我咧做新学生的时阵啦，阮一个老牧师啊，毋是姓老啦，是真老的牧师啦。伊讲一个，我毋知点有讲过无？伊讲啊，耶稣咱的主是迄只手，咱只不过是迄只手顶面的一个手套。手套有真侪无用途，无共款的用途。如果你是指挥，咱的建龙老师后礼拜开始指挥戴安尼白手套，也指挥棒，医生要做手术的时候，嘛爱戴啥物？医疗手套，对吧？咱讲一个较普通的啦，迄个做涂水的，嘛爱戴工作手套，对吧？咱来咧厨房咧煮菜、洗碗，嘛是爱戴一下手套，较袂去手得到富贵手。无论啥物款的手套，我拄仔讲，伊拢无共款的用途，敢毋是？但是重点是讲伊啥物用途。当然，因为无共款用途，伊设计出来做出来手套材质也是迄个啥物款无共款，价钱无共款。但是重点我要讲是啥物？要讲，若无一只手撑入去，迄个手套会当从啥物？袂当从啥物？敢若囥喺遐尔，较加就是好看尔。但是兄弟姊妹，如果有一只手撑入去，啥物拢会当做。所以耶稣咧约翰福音15章讲，伊讲伊是真葡萄树，咱是葡萄树的枝仔。咱即个枝仔，若甲即个葡萄树无结连，就会孤单；若甲伊结连，迄个枝仔就会新鲜，就会活，佫会开花，对无？就会结籽，就会结果，结果敢毋是？葡萄咧，哇，足，阮兜无种葡萄种袂起来，我毋知有啥物关系。但阮兜最近哇，迄个卡玛多生足济啊，凊彩叶伊就生出来啊。最近可能天气较好即马等看会当变红无吼？阮的囡仔甲翕出来呢，一个，毋知啥物人咧，网络的人，陌生人来讲，结实累累啊！安尼你形容啦，兄弟姊妹，今日牧师甲大家讲啊，诚咱来做一个整理做一个整理。今日讲甲你这个，敢若一句圣经赞尔啦所以无论是食是啉，也是做啥物，
咱拢爱为着啥物来做？爱为着荣耀上帝来做。哦，特别呢，咱后礼拜要去数学子因兜，希望咱兄弟姊妹去甲因兜，毋是讲咱诗班唱了偌好听，牧师讲了偌好，代志处理了偌顺遂。重要的是咱所去迄有限时间，互压袂信耶稣的即个因兜迄个男主人、男主角，数学子的翁婿，杰西的爸爸，会当看到哦，发现堂的恁台语堂的兄弟姊妹，个个看起来拢敢若耶稣的，男耶稣、女耶稣，兄弟姊妹，咱会当因为安尼来迎合咱的上帝吗？来引带即个杰西的爸爸带相传，哟，相福，未来的兄弟嘛来到咱台语堂，甲咱同齐来合作咧敬拜学咱的主。那安尼，咱为主做工，不止袂空空，咱的主嘛为咱是来讲，哇！你这个搁忠心，啊个呐，搁良善的，来坐我边啊，甲我来同啉食。兄弟姊妹，希望讲咱每礼拜来台语堂做礼拜，拢抱着欢欢喜喜的心。哦，当然虽然咱的生活当中，毋是每一工拢这样顺遂啊。有当时啊，难免身体有病痛，敢毋是？啊，工课有一寡困难，敢毋是？哦，有当时啊，有一寡问题会发生，敢毋是？但是总是咱会当随时来到咱即个听咱的主的面头前，咱来甲伊仰望。哦，咱不只是甲伊仰望，咱会当来敬拜伊，学落伊，互伊得到伊应该有会当得到的即个荣光。哦，所以咱整理一下哦。哦，今日讲到3点，但是咱要有4点来祈祷哦。4粒心，第4粒心拄啊讲几步，整理一下。希望咱台语堂的孩子们姊妹拢有一个祈祷的心，随时警醒。哦，若无警醒吼，往日这世界甲咱扭去，哦，咱就跟伊行，就无行伫即个主耶稣基督。希望咱会当行的即条，虽然是矮路，无一个人你行的路，但是咱愿意来跑走即条属灵的天路。哦，第二，咱拄仔讲，哦，求主使啦，一定兄弟姊妹，每人拢有一粒敬拜心。毋是礼拜才来即个所在做敬拜，随时拢会当来亲近咱的主。哦，圣经讲，你亲近伊，伊就亲近你；你也专心求，你就会拄着伊，你就记着伊。哦，第三呢，希望上帝互咱一个奉献的心，无论你是奉献金钱为主，奉献你的时间为主，奉献你的才能温数为主，只要咱拢有一个感恩的心。上主一定意爱咱，咱三个阿头来祈祷。主啊，感谢你，我会当如今真做你的儿女。阮知毋是靠着阮有啥物款的好才能，乃是拢一切出自伫主你的恩典。当阮搁伫即个做罪人的当中，你已经为阮世间人，包括在座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为阮牺牲、受伤、受死，为阮定死你十字架。但是感谢主，你有国外大能，你为阮对死里国外，互阮会当来经历甲主同死、同埋葬，也会当来经历着甲主同国外的即个美好的信仰。互阮兄弟姊妹每个人明白，今日通过即句话语，要来教示着阮兄弟姊妹，无论是食是啉，也是做啥物，阮拢要为着来荣光上帝来行来做来讲，所有一切，阮的生活工课服侍，拢会当来见证荣光主你的圣尊名。这是阮对你的回应甲祈祷。安尼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祷，阿门。